国内有毒品集团涉嫌对荷兰运毒品来到台湾，故意用上一般的兵线寄出去，免人签收闪过追查。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，讲这嫌犯这收件地址拢会经伫咧唔知头、唔知尾民众引导，听候这物件寄到位，才有这强犯去人兜敲人的批档甲物件摕出来。这2个月来，伫咧高雄、台中，也有台北、花莲等县市已经寄19封批咯。律师也要提醒民众，若准收到这奇怪批，就要赶紧通报，若无就会变做是强犯。警察伫大楼搜查出来，这查甫人也搁伫困梦当中，就是遭受毒品规划甲目睭睭，算知已经互人看破骹手。女生上完厕所之后，这个东西。警方分几啊路全台走透透，将强犯拢藏起来，为公共便所、机车置物箱拢正做毒品专点藏的地点。这贩毒集团将毒品分散，用假批方式为国外运毒来台湾。主嫌藏匿于幕后来统筹运毒那各地区的成员互不联络。皆由主嫌一人来统筹毒品邮件派送至多个县市，来企图制造断点。20多岁涉嫌的主嫌伫暗帮找国外卖家合作，为荷兰运毒来台湾转卖，靠假批特性未签收这一关，佮用假名经收件地点，假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高雄、花莲等地，等到批到位，派下骹手为不知情民众徛假信箱提货。它的那个平信的那个状态不是很正确，就是说它的包装统一，而且在它短时间间寄送的量蛮大的。酷爷批查扣19张，早伫海关查验，早就互人感觉唔对同。内底有大麻、油头丸、安非他命，连一级毒品骨科碱也伫内底。万一民众领批了，可能无处理，恐惊真少运毒共同架犯。这整个运毒呢，它的犯罪行为，唯一抓得到的人就是收到那封信地址的那一个人而已，所以他们一定会先从这个地方开始着手。自己如果真的不知道，你其实也没有办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你不知道。好，他不会是帮助犯，他不会是共犯，他就是正犯。运毒行动上轻5年起跳，律师建议发现问题，马上报案自保，计划提醒退回邮务机关。因为不法集团手法搁进化，民众都要小心应对，唔通白白受冤枉。唔惊一班只惊万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